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躍出嘅，快少少嘅馬外邊星際快車啊，中間嘉應高升淺藍衫嘅，內欄第3位有美麗第1啊，幸運有你啊跟住個第4啦，第5位嘅馬好有心得啊，殿後一對咁啊埋邊紫色衫呢就叫陽明區啦，響佢出邊綠衫黃帽呢拍住佢嘅就係呢隻精算暴雪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星際快車啊，落去一個身位嘉應高升跟住佢㗎啦，再見到個半身位第3位有美麗第1啊，第4位綠衫好有心得埋邊藍衫第5位就係幸運有利啊，後邊兩隻走入邊紫色衫係叫陽明區，綠衫黃帽攞中檔呢就係嗰隻精算暴雪嚟㗎。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星際快車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嘉應高升就攞緊平衡，換到腳慢慢上咗嚟㗎啦，後邊嘅馬啦，美麗第1維持住第3位啦，後多層嘅馬有叫陽明區啦，外邊係精算暴雪啦，最後200米啦，嘉應高升認真比落去，擠離咗後邊對手最少4個馬位啊，後邊嘅馬美麗第1，中間衝上嚟都係叫陽明區出邊精算暴雪啊，接近終點嘉應高升贏起上嚟相當輕鬆啊！今場賽事跟守住個第2位啦，入彎直路出頭換正腳，結果彈甩贏馬。而嘉應高升亦都喺出道以嚟取得佢第20場嘅頭馬，亦都成功打破咗本身自己所做嘅18連勝紀錄啊，取得第19場嘅連勝啊！咁啊，相信未來目標啦，4月26號舉行嘅3冠短途尾關主席短途獎啊！今場賽事無驚無險又到終點。嘉應高升再次以一個君臨天下嘅姿勢咧喺度鬆容贏馬嘅，蔡約翰馬房一對包辦第2，叫陽明區就第2啦，第3係精算暴雪，第4咧幸運有你。我濕咗一輪喎，叫陽明區都係啊，喺直路初段嗰度，哇！以為會唔會受困冇位出㗎？